这半年来，台湾挺过一波搁一波严峻的挑战，为武汉包机到大阵的欧美留学生回台，到泉州公主号到潘石港爆发着群聚的感染等等。对这事件当事人来讲，一场世纪的浩劫，安怎改变因的人生呢？华视新闻团队就采访到一个25岁确诊的女性，伊为美国返来台湾，因为为着新冠病毒，伫咧病院待35天，嘛因为民众对病毒的惊吓，互伊的至亲家属嘛要甲伊做伙来感受社会冷暖。啊，受困伫咧中国500几啊个月台湾人，还佫有调伫咧台湾无法度转去的外籍的旅客，因佫度过什么款的意外人生呢？做伙来关心。Breaking news, I'm going back to Taiwan. Hopefully, I'll see you guys back in Taiwan. See ya. 我是凯，今年25岁，今年初去纽约进修加工作，却因为疫情终止了一切，没想到反而开始了另一段意外的旅程。您好，欢迎搭乘中华航空。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except when having drinks or meals. 所有入境旅客入境后应居家检疫14天。2020年3月，25岁凯踏入国门，就开始意外人生。发烧38度，剧烈的咳嗽，确诊感染到2019新型冠状病毒，住院35天，才中检天日。我现在在医院里面，是负压隔离病房。昨天收到消息说检验报告是阳性之后，我今天其实发现了一件比较崩溃的事情，就是我好像闻不到味道。都是阴性吗？对对对。被出院了！他说他要报告了，他好高兴。他在录影啊。在哪里录？伫住院到恢复健康，凯自翕影片全程记录，出院了后嘛启动伊的感恩和分享之路。第一站就是自细汉替伊看病拜医医师。哎，你好。来，容易。哇，谢谢，这个音乐是我来送你才对。不行啊，我们一定要来送。还有一点小考验。谢谢。我在住院期间那35天，他每一天早上8点半左右就准时打电话叫我起床，对，问我说还有吗？你也有抗发过嘛？所以他对于这种呼吸道的疾病还是算是非常了解的。真正的在鼓励他，而且你以专业的观点来告诉他的状况，我都会告诉他。那这样子的话，病人他比较有信心，我是觉得很重要。凯嘛接受邀请，离中华民国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做分享，对阳性到阴性过程当中是安怎转换心情？就是我是轻症的话，我觉得我受到精神上的压力比我整个身体上的压力还要来得重，就是可能会有社会压力，或者是一些就是舆论压力。凯安尼讲，是因为感受到多数的人互伊的，不是爱，嘛不是包容。网络的攻击、冷漠的对待，家人看伫眼内非常唔甘。是虾米款的动力会互这个伙仔勇敢的面对？觉得台湾的社会对确诊者跟对境外移入的人都不太友善，蛮多的酸民就是也有来做很多谩骂，或者是很多意见上的交流。大多数的感受是失望吧，觉得就是有一种觉得哇，将心比心真的很难吗的感觉。对，就是我们也不是愿意要生病的。女儿在住院的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常常用视讯通话，先生就一直不断地提醒我说，你要讲话小声一点，因为我们家跟邻居其实很接近，邻居有时候讲话我们都听得到。他说不要让邻居恐慌。我一开始觉得我很不能接受这个看法，应该是社会来同情我们，来安慰我们，可是不是，现在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压低我们的声量，是为了让大家不要恐慌。感谢可以因为我的公开或什么的对这个社会有一些贡献，我觉得
也算是丰富了我的人生，所以谢谢这段经历。这是街球明星的。街球明星。对啊。大家好，我是乃绿。年初从湖北宜昌演出回来，这段人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意义。伊是嘻哈拿球表演者乃绿，有10年表演经历。2019年底接受邀请到中国湖北演出，原本2个月表演行程，缩掉里遐4个月。那时候想回家也回不了，足不出户啊。吃东西的话，就是他就是在网上订购嘛，2天一送到你的小区或是你的住的地方的门口，然后你自己下去拿。大陆那边吃他们的东西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了。有机会的，就是第2批类包机，上海类包机已经满了，名额是满的。那时候就是他当天打电话，隔天早上就打来问我说要不要搭飞机。那我跟他说好。你要从宜昌到上海，基本上我们那时候坐了将近15个小时、16个小时的大巴。那晚上你是在车上过夜啊，在休息站车上过夜嘛。那回到上海之后呢，就是从早上10点等到晚上7点，就是直接在机场等飞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一般人来说是没办法去接受，也没办法去承受那么大的压力。留下珍贵的健康证明来做纪念，这段日子会是乃绿一世人的回忆。但是经过惊吓和理性的滚量，又搁予伊什么款的感触和心思呢？台湾的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直接做湖北，直接飞台湾，或者是非要集中？那可能还有相对的防疫的措施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样，可是你欧美的你没有对他们做防疫，而且他们回来都是确诊的情况下，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你会想，他需要做到封城的程度，一定是里面相当严重的哈，那不然很少一个国家会随便说，你大家都不准出门，全部都关在家里。所以我们觉得他回来的人也应该要专机，然后把他特别隔离开来，会是比较安全的。那等到后来全世界那么多地方的时候，你大概很困难，通通用这样的模式运作了。所以后来回来的，当然我们只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所谓居家检疫，其实也做得比较到位了。这一段应该放在我会留给我的后代子孙嘛。不管再怎么样的问题啦，都会有解决的办法。然后再怎样的困难，时间到了都会过去。大家好，我是歌手刘明峰。今年呢，在1月19号的时候上到了保平星号，意外开启了我的海上表演之旅。在保平星号上呢，是非常多人点的一首歌，要带来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表演工作者刘明峰从来都捌想过，这是演艺生涯上危急的时刻。保办星河邮轮2020年2月初4对家人港出航，因为全球疫情留人喇叭，全船人打着惊吓的气氛。是客人告诉我说：“你知道我们回不去了吗？”那个客人的情绪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4天的等待，海上漂流，内星邮轮机械保办星号2月初8登来到家人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针对船顶悬1738位旅客进行发烧体检，其中128人采检送验，最后拢是阴性。落船时，旅客心内底拢是对防疫人员的感谢。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我们可以回家了。这一仗我们打赢了，他就拍手啊，不这样子，就有人欢呼，我很为大家开心，因为起码这些乘客、这些大哥大姐、这些朋友们都可以下船，因为我们也在海上也是好几天，就是相依为命。最重要的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防疫的这个缺口危机没有被打开，我会称呼它为意外的
这个海上漂流之旅啦。我会这么，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以为会在海上漂得更久。以及公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经过船礁公主号保办信号的事件，台湾游玩袂当放松。4月18，连续4天零确诊了后，敦睦舰队嘛爆发海上的群组感染。3只军舰当中，花礁舰拢总有36位官兵确定感染。这一波一波的危机，互咱的心思是防疫政策袂当有任何宽节出错。在船上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在密闭环境里面造成多少传染，其实我们不太清楚。第一时间点我们当然没办法完全掌握。那这全船的人又都已经下船了，那回到社区里面，如果有很多人的话，那会接触到很多人，这也可能会爆发一个比较大规模的社区传播的现象嘛。所以这当然也是一个我们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用大数据的方式去解决了很多这些的问题，譬如说掌握他们的行踪，跟接下来他的接触者，然后提供这个警示，包括细胞简讯，到最后用健保资料库的追踪。My name is Jan, and I come from Slovenia. And I came to Taiwan because I wanted to see the beautiful nature. My plan here in Taiwan was to just travel for 3 weeks. And now I've been here for 3 months. 2020年3月，25岁排胞客杨对中澳斯洛维尼亚来台湾，原本3礼拜的旅程拄着疫情，已经留伫遮3个月了。Before I knew about this, I was really struggling a bit with finding a solution of what to do if I get stuck here. It was just the uncertainty that was the problem of what to do.伫阿里山露营的样，拄着友善的台湾人，带伊登去台南的旅宿安置，添嘛变成是伊意外旅程的避风港。Oh, Abila. We talked about how it is back there. Right now it's getting better, but it was much worse than here. Because here I think we all know how well Taiwan did with this situation, but it did so well. At least my experience was that my life wasn't very limited by any of the limitations about this. 内政部的统计，2020年3月到4月，外籍旅客拢总有78340人入境。因为疫情的发展，签证会当自动延长120天。留伫台湾的外国人，嘛和台湾结下更较深的缘分。请跟我说踢足球。踢足球。踢足球，很好。你好 ，My name is Melanie. I am 30 years old and from Germany. I came here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and was supposed to stay in Taiwan for 1 month before traveling on to Japan. As for most of the travelers that time, my flight got cancelled. 同款是3月，对德国来台湾的梅兰妮开始伊的环岛旅游，签证延长了后，伊伫花莲 long stay， 过来台北学华语。对伊来讲，这段旅行特别珍贵。Hallo, das ist Merle. 和9000公里外的家人视讯，介绍伊伫台湾熟悉的好朋友梅尔，因拢对德国来，2个查某囡仔变成是上好的旅伴。对因来讲，几10年了后，会当回忆这段旅程和台湾的美好。Oh. You got it? But is it normal that you have so many? Let me give you a gift. Oh. Das ist jetzt mein Stress-Outlet. Ich kann dir sagen, ey, ich muss da erstmal. Oh. When I stuck here, Germany was very serious, and they told me that I'm better to stay here than going back to Germany. I still like being in Taiwan, and I appreciate everything that it's given me and its people have given me. So thank you, everyone. 我们爱台湾。
2020年，因为一毒病毒，足侪人开始意外人生。有的人离家千里，回乡的路遥远；有的海上漂流，经历过未知的惊吓；有人遭受疾病侵袭，感受社会凌乱。但是，伊用坚强的韧性和力量，写下上与众不同的故事。这场战役还未结束，人类如何面对疫情的挑战，依然是现在进行时。